總價45萬睇3房，總價63萬睇4房。呢度係東城中心位加州華府，每個戶型都有個牛龜咁大嘅陽台，兩梯4戶16層高，107方3+1可以改4房，兩廳兩衛兩個陽台嘅戶型，總價63萬，首付9萬5，月供2200，單價圍到5900。東城嘅中心位，你諗到嘅配套全部都齊全，3+1極限改4房，封窗裝門、電競房、麻雀房、茶室定係寵物房，你話事。有興趣嘅老闆就記得關注私信或者評論區或者七仔，我將詳細資料打包發晒俾你，24小時5分交，隨時回覆你嘅信息。哇係呢隻生活羊腿啊，同老婆嗌交怕俾老公瞓得個咁大隻啊！如果呢個戶型都唔啱，仲有45萬嘅2+1 3房，同埋125方嘅4+1。睇到呢度幫手點個讚，祝你蛇年大吉，撈乜都得。位置就喺東城街道青碧路51號加州花園旁邊，呢度都唔啱，入嚟我主頁仲有大把推薦，例如仲有海港城嘅天翠花園42萬大裝修，咁你又啱唔啱？準二樓，中意邊程睇邊程，手續齊全，即刻交樓。如果睇過其他樓盤對價格唔滿意，一樣可以私信我。就咁多，關於清遠房產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